帅哥，吕雉啊，黄叔叔真的开心啊！昨天在拉斯维加斯，那个法国赌神被我赢了3几万美刀，哎呀，你们2个小家伙不是说要看这个 NBA 吗？今天我们回到洛杉矶，马上就出发斯台普斯中心去看这个湖人队比赛我跟你们讲，今天黄叔叔花大价钱买了这个场边的票啊，差了。哦呦，这个就是 NBA 现场的斯台普斯中心湖人队主场的。哎呦，这么大，这么漂亮的。哦呦，杨帅哥、吕雉啊，黄叔叔以前在电视上看没感觉，到现场来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了。气势真的不一样。哦呦，真的灵，真的灵。哦呦，灵。哎呀，这个票买的值得。他们那边在发布什么东西啊？现场怎么那么挤？赛前互动是吧？那个上面有块屏幕的。就照到谁就要打招呼。哦呦，这个蛮有劲的。照到我们了的。杨帅哥、吕雉，来，赶紧对镜头打招呼。Hello， 这个蛮好的。这个有劲的。Hello， 怎么还照着我们呢？照到别人了，怎么盯着我们照干什么了？就因为我们买第一排什么？杨帅哥要我去互动要我去扣篮瞎说八道，什么要我？真的吕雉真的？真的，裁判过来。Hello， what pardon？ shoot dunk？ no problem，OK。这个裁判知道我以前打篮球的呢，赛过他知道我以前这个赛过校队的，我以前很厉害的，上去一个大风车扣篮，乔丹都拦不住。对，杨帅哥，赶紧打电话给你爸爸老杨。对，让他看看我扣篮。来呀，我现在帮到你子了，你儿子杨帅哥还有这个吕雉在这个斯台普斯中心看 NBA 你赶紧去看东方上面看直播，看我被现场被抽中，要上去这个扣篮了，给表演给大家看了。他赛过知道我会扣篮的，你赶紧去看 NBA 就要在看东方上面看既有优惠又有这个高清解说，你赶紧去，我换衣服准备上了，快点，看好我录屏啊！要命了！这个扣篮扣着我一身汗。杨帅哥、吕雉，你们就说黄叔叔刚刚那个扣篮帅炸！我上去一个双手暴扣现场沸腾直接啪，大家都啪掌啪到啦！是吗？结果呢看不出来吧？黄叔老当益壮这个双手扣篮太炸裂！这个也靠不得了直接被这个湖人队选中了明年直接被2026年湖人的新秀了。看来黄叔叔明年留在美国打 NBA 了。我可以陪你在日本美国上学我打 NBA。灵的。吕雉，赶紧去告诉你家里人，告诉你爸爸吕炮赶紧去看球神器看东方，明年看黄叔叔带这个湖人队